讲敢讲别人的某较水，若是进口的，就是芳香茶，家己做的，互人斗做拗茶裤。都有民众去超级市场买菜色果子，发觉讲产品的包装写日语，安尼介绍就比一般行情较贵一倍。俩准讲是日本进口，结果详细一下看才知讲原来是咱台湾生产。消基会进一步抽查，加减有这款情形，有的敢若包装写日语，无产销履历，嘛无有机标章，介绍变做黄金包银。消基会认为讲安尼会害消费者乌龙世道摸唔着。伫超市买顿的菜色，包装顶悬写真大字的日文，就是讲这是国外进口的菜色，其实这是台湾货。消基会抽查市面卖的菜色，发现讲台湾自销的菜色果子，若是甲换日文的包装，伊的介绍上无就贵一倍。消费者觉得不放心的，就是说，这包蔬菜的话是1包55块，好，比市面上其他的蔬菜都来得贵。那是不是因为它是日本进口，或者是因为它有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子的添加了什么样的东西去生产的，所以特别安全健康？像这包苇仔菜，包装顶悬真明显是日文，甲比之条仔顶悬产地的台湾，伊的字体就加真细，不过安尼一包就要55块，共这款的重量，市面的行情其实干那要30块尔。消基会讲，这款包装亲像要误导这个消费者，就是讲这是进口的产品。甲看这个产品的标章，阁会当发现到日文包装的菜色果子，嘛无产销履历，嘛看袂到有机的标章。甲即马市面上卖红菜头仔来甲做比指，一般市面上的阁有附产销履历，介绍阁较俗。如果是在资讯不充分的一个情况之下做的选择，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商家呢，某一种程度上的话呢，对消费者是相对是不友善的。消基会嘛提醒消费者讲，伫选菜色果子的时阵，唔通干那看迄个大字的包装，就要较详细去甲看标章，安尼才有法度去买到大碗佮碗钱、CP 值佮悬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